歡迎收睇或者收聽香港人看英國新聞。今次呢集係來自 GB News 嘅報導，一位阿富汗非法移民艾哈邁德穆拉希爾 Ahmad Muluk Hill 喺坐小艇偷渡去到英國僅4個月之後，就強姦咗一名12歲女仔。佢而家喺和鬱郡刑事法庭被判監16年。當中要坐足15年先有機會假釋。法庭裁定佢強姦、性侵犯、綁架兒童同拍攝不雅片段等多項罪名成立。法官話受害人受到嚴重同持續嘅心理創傷，而穆拉希爾係有預謀針對呢個女仔。案件喺當地引起強烈憤怒，大批市民到法庭外抗議，要求停止非法移民。同案另一名阿富汗非法移民穆罕默德卡比爾 Mohammed Kabir 就被裁定無罪。詳細新聞內容：一個阿富汗籍非法移民喺坐小艇偷渡過英吉利海峽，只係4個月就強姦咗當地一個12歲女仔，而家被判入獄16年。呢個叫穆拉希爾嘅23歲男子被控強姦同2項性侵罪、綁架兒童罪同拍攝不雅片段罪。陪審團裁定佢全部罪名成立。事發喺舊年夏天紐尼頓一個住宅區附近。受害人指出，穆拉希爾施暴嗰陣竟然仲笑得出聲。受害人事後心理同身體都受到嚴重創傷，到而家仲未康復。法官表示，受害人本身好脆弱，今次事件令佢受到持續嘅心理傷害。當晚有閉路電視拍到穆拉希爾同女仔一齊，佢問女仔幾歲，女仔話19歲，但明顯係講大話。法官話，陪審團裁決顯示穆拉希爾清楚知道女仔未夠16歲。呢次案件喺當地引起好大憤怒，好多市民喺法庭外抗議，有人揮住英國旗同聖喬治旗，橫額寫住停止入侵，結束移民。穆拉希爾係4個月前先偷渡嚟英國，而家就要坐足15年監獄先有機會假釋。法官話佢罪責最高，因為係有預謀針對受害人。辯方就求情，表示穆拉希爾因為被塔利班針對，先至由阿富汗逃走嚟英國申請政治庇護。至於同案另一個阿富汗非法移民被告卡比爾 Mohammed Kabir 就被裁定無罪釋放。負責調查嘅警司奧基夫 Khaled O'Keefe 讚揚受害人好有勇氣，話呢次襲擊嚴重破壞咗社區價值，希望今日判刑係受害人開始走向光明未來嘅第一步。呢宗案件再次引起英國社會對非法移民問題嘅關注。呢集講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收聽或者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